予腓立比信徒的批，腓立比第1章。我保罗甲提摩太是基督耶稣的奴仆，阮写批予住伫腓立比，甲基督耶稣结连拢总的信徒，以及各位监督甲执事。愿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恁恩典甲平安。我逐遍想着恁的时，拢感谢我的上帝；逐遍为着恁众人祈祷的时，拢用欢喜的心祈求，因为恁对头一日起到现在，拢有参与宣扬福音的工作。我深信，迄位伫恁中间开始做美好工作的上帝，会伫基督耶稣的日，甲伊完成。我常常在笑念恁，对恁众人有即款的感情是当然的，因为无论我现在伫监狱内，也是以前为着福音辩护甲作证的时，恁拢有甲我分享上帝的恩赐。我用基督耶稣的疼心，热呢笑念恁大家，上帝通甲我作证。我所祈求的是安尼：恁的听话哪加添，恁的知识甲对逐项的判断力嘛哪进步，互恁会晓分别迄个上好的代志。安尼伫基督的日，恁才会成做纯洁无通嫌的人，充满靠耶稣基督才有的好德行，通将荣光甲懊恼归乎上帝。兄弟姊妹，我爱恁知，我所拄着的代志，颠倒互福音搁较进展，至到王宫的全体敬畏以及其他所有的人，拢知影我关家是为着基督的缘故。真侪兄弟姊妹嘛，因为我关家对主搁较有确信，搁较好胆，无惊吓来传上帝的道理。有人传基督是出自嫉妒甲好争论，嘛有人是出自好意思。这个人是出自疼心，知影我受任命是要为福音辩护。另外遐个人宣扬基督是出自野心，动机无纯，想要趁我关家的时加添我的艰苦。安尼有甚物关系？是假意也是真心？无论安怎，基督受传开，我就为着安尼欢喜。对，我要继续欢喜，因为我知对恁的祈祷甲耶稣基督的神的帮赞，我一定会得到自由。我迫切期待甲盼望的，就是无一项代志会互我见效。我时时刻刻，特别是现在，有够额的勇气，是活也是死，通互基督通过我这个人得到荣耀。因为对我来讲，得活是基督，死是利益。若是继续活着，会当做较侪有效果的工作。我煞毋知要经什么，我进退两难。我实在真爱离开这个世间，甲基督做伙，这应该是较好。不过为着恁的缘故，我搁较着活落去。对这项，我确信，我知我要活落去，要继续甲恁大家活落去，是要互恁的信仰搁较进步，搁较有欢喜。安尼，我甲恁搁相见的时，恁会因为基督耶稣有充分的理由，通用我做夸口。无论安怎，恁的言行举止着符合基督的福音。安尼，无论我会当搁去甲恁相见啊未，拢会当听着恁的代志，知恁拢会上一个心志徛在，当心三甲为着福音的信仰拍拼。无论做什么，毋免惊反对者的威胁，安尼通证明因会失败，恁会得胜。这个得胜是对上帝来的，因为上帝毋但有赐恁特别的恩惠来信基督，嘛互恁为着基督受苦，来参与相款的征战。这个征战，恁有看到我安怎战，现在搁听见我要得战。